各位电视机头前的父老乡亲，大家好，新年恭喜！今仔日又搁是大家合家团圆的时阵，永久伫遮甲大家拜年，恭喜恭喜！嘛要向几年透天伫这个土地打拼的台湾人民表达敬意。台湾这半年来受到全世界经济影响，生活有较歹过。但是拍定手骨颠倒用，咱也毋通失望。人生有时起，有时落。台湾社会有真好的经济基础，咱政府嘛有做真多努力。咱有劳保年金，嘛有国民年金。最近又搁发出消费券，互大家过一年好年。咱政府又搁要做爱台12项建设，拍好基础。但经济变好时阵，咱就有好日子通好过。台湾俗语讲：树头徛好栽，毋惊树尾做风台。各位父老乡亲，大家对家己一定爱有信心。台湾人讲：爱拼才会赢，3分天注定，7分靠打拼。只要兄弟一条心，乌涂也要变黄金。有艰苦头，才有快活尾。因叫毋忙伫遮咧团圆的日子，嘛是咱台湾团结的日子。大家手牵手，心连心，拍拼向前行。最后，祝咱台湾宝岛他项拢好，事拢工商百业兴旺。最后，祝福大家合家团圆过好年，感谢大家。